國民黨可望換成朱立倫出馬參選總統，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就馬不停蹄幫新北市嘅黨籍立委參選人站台。第一站係幫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嘅女蘇巧慧加油，仲係打氣。蔡英文強調，就算國民黨要換人參選，民進黨仲係會按照自己嘅選戰步調嚟走，力拼總統當選同國會席次過半。輔選提名嘅立委參選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狂掃新北市，要俾國民黨下馬威。第一站就幫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嘅女蘇巧慧站台，肯定蘇巧慧青出於藍勝於藍，更加批評執政黨嘅施政唔好，令人民失望，幫自己同蘇巧慧拉票。蘇巧慧成立競選總部，父親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擔任總招待，並且同蔡英文喺造勢會場互動熱絡。面對國民黨可能會處下朱上，改由朱立倫披掛上陣，係唔係會影響民進黨新北市嘅選情？蔡英文老神在在，強調就照既定嘅選戰步調走。面對國民黨鬧分裂，民進黨而家團結最重要。新北市12席嘅立委，民進黨自我估算坐6望7。